觀塘不斷變，但月華街上面有個地方，好似定格咗喺半世紀之前。和樂邨1962年落成，係觀塘最老嘅公共屋邨之一，由8座7層大廈組成，係首個興建呢類大廈嘅屋建會屋邨。中央走廊式設計，曾經冇升降機，但每個單位都有獨立露台，咁嘅設計而家喺香港非常罕有。2個圓形變電站更係獨一無二嘅地標。屋內300幾尺，一家6口逼埋一齊，但喺60年代呢度已經係人人羨慕嘅豪宅。但令呢度變豪宅嘅係鄰里之間嗰份情。喺露台晾衫，隔離師奶會提你聽朝停水記得柱頂。黃昏時分，某戶飄出煎紅衫魚嘅焦香，混雜隔離座嘅豉油黃炒麵鑊氣。經過走廊時，總會遇見捧住飯餸嘅鄰居，笑問一句：食咗飯未啊？觀塘不斷變，和樂邨仲喺度，留住嘅唔止係建築，仲有幾代人嘅生活印記。